第12集。今日講 token 同 tokenizer。文字點樣變成 AI 可以理解嘅數字？ AI 唔識直接讀文字，佢需要將文字變成數字，呢個過程就叫 tokenization。一個 token 唔一定係一個字，例如 ChatGPT 用嘅 tokenizer， 英文大概每4個字元就係一個 token， 中文大約每 1.3 個字就係一個 token。舉個例， Hello World 呢句說話可能被分成 Hello 同 World 兩個 token， 而每個 token 都對應一個數字編號。點解唔直接用字元？因為 token 可以保留更多語義，模型可以學到 Hello 呢個完整嘅意思，而唔係只係 HELLO。 LLM 嘅上下文長度，例如4096或8192，指嘅就係 token 嘅數量，唔係字嘅數量。所以記住，一 token 唔等於一個字。下集我哋講提示工程，點樣同 AI 溝通。記住訂閱。